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球妹。唔知大家有同阿球妹共用无？大早上放起来啊，我洗一瓶牛奶，韩国帮忙开，放几粒落。唔过下一步嘅许多市场啊，唔讲係傳統市場，又係超級市場，就會發現到啊渣呀卵又會昂貴，希望就係嗌完全買唔到卵，因為有按樣嘅問題咯，韓國係全台灣都按樣哦。故所今日阿球妹將手老爺學卵機嘅人直接搶到營業樣旁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韓國佢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呀，機啊佢唔但搶色嘅好，水嘅好，做得生嘅出品質都好嘅卵。細細嘅隔來分享，今日嘅來賓就係當後生嘅學卵機嘅人來分享，你歡喜分享。Hello， 大家好，我係林歡喜，今日同歡喜來到呀。好，歡迎歡喜，後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吼，廿一波嘅真言有。當到地方嘅卵就全部冇好賣，故所像二七個專門就係學卵機，像學嘅機嘛會幫佢生卵就錯嘅，韓國而係用對機當好嘅方式，也就機係當快樂嘅方式幫佢也就成發幫佢也就有辦法做得來學卵安樣嘅方式。係，對，不同於一般人家都有傳統嘅學蛋雞嘅飼養方式係。有一隻籠，啊，給就拎去上，啊，當你就會可能當茧、當蝦，他們的環境就會比較讓他們可能比較不開心，比較擁擠啦。係啊，我的飼養方式係不用出去嘅，冇籠嘅，可以舒服。故所也就學卵機，也就喺啲當快樂嘅環境度好來生活。故所也就生嘅卵當然品質就好了。故所今日節目當中，阿球我一開始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溏心蛋，因為大家啲好呀卵啊，清楚有嘅係用小小嘅調味，就做得食到佢原本嘅味道。韓國啊，呀地度啊，溏心蛋顧名思義就係呀地度吼，我有一些些咧碎碎有沒有？有種溏心的感覺，故事阿球妹他就要來試看下了。鴨條嘅調味真的沒有非常多，一滴滴的聽聽，一絲絲的聽聽。韓國有幫佢浸到黏味，佢係冇當重嘅，比如說不是很重的鹹味啊、甜味，唔過有卵嘅香味，韓國貴嘅地度連呀卵拍啊、卵黃。全部都有浸到嘅腦部嘅味線呢，一啲都浸嘅東西太可以係乜嘅？有跳魚啦，個姜麻，攞一些姜麻片，倒進去，個一些八角，還有攞一些米酒，你就會懂。我知道其實從有溏心蛋嘅咩設想一起家來做可能個，不過很難拿捏那個蛋裡面的熟度，對不對？按你做係當簡單啦。就係你就先水先煮滾來，你就將生卵放進去，放到滾水底度，直接放到滾水底度，卵殼唔會裂開咯，輕輕的，因為我爸爸就同我講，嘅卵啊，對冷水開始煮，可能你放到鍋嘅底度，冷水開始煮，按樣就會煮到呀卵殼唔會爛脫。冷水嘛做得，就算它蛋殼有裂也沒有關係，不要裂到出汁，一點點就很做得，差不多煮差不多6分鐘。6分鐘。我給它撈起來，不用到冰區嘅水底度。其實我知道也全部就會營養，因為有太多變因了，有可能也個卵太，也係講卵太細粒，也係講也個卵有變過冇，有變過冇可能時間又冇重要，故所以全部就是要靠時間去累積經驗，這樣做會出按好食的溏心蛋。不過根本一個重點，咩溏心蛋有多好吃，根本一個重點係生來也嘅很用嘅，本佢較快樂嘅方式，本佢來成長，再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家嘅家都有那生活嘅空間啊，韓國家都平常時喺啲乜嘅環境底下來生活咧？我學嘅雞係平常係有一間木嘅，雞就係喺到地步，唔過門會打開來，有一個場地，不用佢出來。
行。古时候就像他们有一个院子，有一个草地，本期也得有一段固定的时间，就会不用给他得出来发通一下。嘿，然后我们就会给它一些树木，给它一些枝条啊、树叶，自然的环境，没有做太多的变化，然后会有一些架子，那个木架，给好刻到蛋糕，好刻果的素材，地洞好，嘿刻。他睡觉可能都会抓着哦，是哦，所以他会很喜欢那个环境。对，古时候就会用鸡的思考，按人讲错吗？用鸡的这个想法去营造伊咧本期做咧带到东爽快嘅物嘅，东爽快嘅环境。听讲鸡啊，就含做咧出去晒日头啊，要去讲做这个鲨鱼，对不对？因为鸡的洞口搞奶沙。嘿，阮奶沙就不用那么背，鸡背。躺着，然后翅膀会一直震，它那个沙子就会，因为一冲黑细绳啦，用沙子来洗啊，细给身上可能会有一些小虫，对，让它自己这样子波动，就会跟沙一起带走，安尼会较强力。对，因为可能啲洞合嘅鸡料也係鸡基底度，可能也條雞就冇辦法有動法嘅空間，沒辦法像這樣子可以洗澡啊。你想看下，你喺一年冇洗身，佢有幾艱苦誒？嗰種雞沒有本幾洗身，佢就會快樂。對，嗰種也係雞嘅生活嘅環境，要貼片來為佢設計個。不過其實連日雞鵝卵嘅素材咩要來設計個。就是要去甲個設計嘅。像一隻熊誒，要有一定的深度，雞就會含有固定的高度，因為我這個要養卵嘛，如果太低的話，你會彎腰會彎得太辛苦啦。因為你學嘅雞太多，因為要養嘅雞卵當多，故說我本期也得加高，也係你去甲設計這個產蛋的裝置嘛。產蛋的箱係去甲設計。去甲設計，故說就係借你去甲嘅需求來設計你所需要嘅按用嘅產蛋箱，對不對？對。不過其實像雞卵啊，我知道。雞卵有隻東西，雞佢係痛苦，佢係有靈性嘅。比如講像我看，我媽媽沒有學雞，佢學嘅雞啊，有時是佢去驗雞卵嘅時間，佢就會知道，我媽媽就會知道佢雞醫生知道佢要調雞嘅卵，下一擺佢可能就冇啲強隻素材鵝卵，有按用冇？愛訓練啊。行去訓練，跟住我再去同我媽媽講一下，因為我媽媽就講，我大擺就當上做菜強用，我去條驗雞嘅卵，我就知道當排勢，因為佢下一擺就冇學到幾樣道素材，佢就會學到其他人啊可能錯代地度啊，他冇人看得到嘅素材。熊嘅要設計好啊，養久你就抵壓喺時節，佢會什麼成熟了，要抓那個成熟，佢就會鬆氣。嗰時候我媽媽係冇啦了解卵雞，看其他了解卵雞。不過其實做咧按樣吼，睇下啲雞有當多品種，像我屋卡嘅，唔係真正愛學來生卵嘅，學好教嘅，學看講嘅，啲雞一張按色丟丟雜聽聽。不過像老闆愛食雞肉嘅嗰種肉雞，全部就按太雜太麻雜。嘅卵雞嘅喏，卵雞嘅夾嘅外形又係樣嘅喏。卵雞係我是較粗。但是唔係特色雜，特色雜係我們一般講嘅係觀賞嘅，對觀賞嘅日本雞。然後佢用嘅雞卵按用。細細粒係嘛，佢就會像日本雞安尼啊，像蛋雞佢係體態是適中啦，唔會特色雜，唔會特太雜，但是冇買牛啊，冇買牛，它蛋雞的特性用來食嚟啦，係啦，啊，養到後面就冇按講，因為它的散卵的性能就是會給雞蛋，所以它的體態養到後面較老就唔按講。就會較臭就臭嘅。唔過像按用嘅卵雞有本品種冇，有一名嘅，有一種固定嘅品種係用來供卵嘅。係啊，一般咧係有像係伊莎係幾個名，還有羅曼啊、龍門啊，我們養的係羅曼，也係品種。鴨品種的性能是蠻優秀，產蛋性能也蠻優秀的啊，抵抗疾病的
能力也是蛮好的。哦，要不因为你可能啲无kyung用嘅素材来学嘅，它适合无kyung用嘅品种冇，也有这么明显的这样子的区隔性吗？对，有可能就会看你同一种地方养过几个品种，这样会抵供。古时还会吃就稍微，古时你知道，罗曼对你来讲，对你带呀只素材来讲，系较适合嘅，可能几个妹唔会按到偏，对不对？因为目前也只养过2种啦，所以我只能比较两种的不同。罗曼我见到都唔较好一些。系啊。咁比如讲像鸡卵啊，卵后有啲会当盆，有啲会合泡，有正差冇？有通常係較新的雞，長成熟的雞嘅卵係較盆啦。細粒就會。較新的可能佢長開始愛來供，開始來學來，夾嘅卵後就會較盆。較細粒，較細粒，唔過卵後較盆。係較盆，當盆。佢等佢落嘅以後。佢落嘅以後，佢上嘅卵會。因為我的雞蛋給縫的，開太了就會較拍，落的佢上嘅卵較大又較拍安尼。古時候你有可能做得看，看一隻卵可能佢嘅細毛較長，體細較細，還個殼較盤，就可能了解到也係較後生嘅雞嘛，佢供嘅卵。會差別會動態。如果我們那個剛生的雞卵，我們都會講它處女蛋，就較細，會懂明顯的。哇，原來係按呢！你看吼，像迄個雞卵就有按到嘅項目，唔過係唔但唱按呢，等下有閒卡度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哦。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會同大家來分享就係雞卵，雞卵吼也係真係係又貴又難買。不過今日節目當中，我會同大家來分享當到同雞卵有關係嘅知識咯。故說這個來問一下看起，一般來講，買卵轉到屋企上愛變，有啲人講愛變變相，有啲人講冇愛變變相，有啲人講可能乜嘅圓圓嘅蔬菜愛向上，也係講向下，所以呀雞卵買進屋企以後，我用嘅保存，將做嘅保存到較久度，也係講一般遲嘅雞卵做得不用幾久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般來說，買進去嘅雞卵，你就會先不用到冰箱，係最久的方式。一般鮮蛋的話可以保存1個月。1個月。如果你是放就是家裡放常溫的話，差不多6禮拜。6禮拜哦。嗰時候其實也卵清後買咗來真件，就會留佢不用冰箱。先不用冰箱嘅。唔過也嘅一條尖尖啊，一條圓圓啊，也會有影響到冇？我不用喺尖的地方朝下放。尖尖的愛不用向下，個蛋糕就係圓圓的蔬菜。因為雞卵給當圓圓的體縫係氣勢，通常都是氣勢的位置。如果我們把氣勢朝上放的話，會比較保鮮一點。會較好就錯嘅。唔過我咪有聽講吼，有人佢比如講去農業市場買到卵買進屋企會先用水洗過一遍，因為可能大家吃到嘅雞屙出來可能有一些垃圾的東西呀，有一些什麼細菌類的東西，故所會先攞佢洗睇，要洗嘅也就通常會影響到卵嘅保存的時間嘛。我會建議係你先冇先洗。要洗以前這樣洗，買進來先冰起來就好了。因為它的水多少都有細菌或微生物。對。如果泡到你的蛋殼，雖然保護力很好，可是你筋斗的時候多少都會進去，所以會影響保鮮期會比較多。原來係按呢，故說有可能有上次人就想太多誒，因為其實雞卵你屙出來嘅時間，雞嘛吃鹽有一個保護它的一個機制，它其實屙出來除咗有一些細菌之外，但是也有雞媽媽愛保護佢嘅東西。假使講喺樓佢洗體，可能咪會影響到也保存嘅期限，故所會提醒大家記得不用冰箱，係個漸漸嘅向下，係個卵愛洗嘅時間將來洗哦。故所吼也
小知识有谈过的以外，就爱继续来谈有关于学鸡的方法了。比如讲，像养个鸡，爱说饲料咩？养个饲料係哪片来嘅？係恁胎虫的饲料，都胎虫的饲料。用哪杯买嘅饲料？买转来，去下米。除了饲料，还有我们会每天都喂它吃一些叶菜。有点心就对了，这么棒。我们家里还有其他的田地，有鸭尾有菜，或是平常赶快去拔那个咸丰草、野草，就下公鸡鸭的卫生。嘿呀，它那个草对于那个鸡是蛮好的。嘿哦，因为懂懂你会拿下公鸡拿来煮茶。也会，所以对颜色咧咪係好，对鸡嚟講其實咪會好，也會很好。哦，像我媽媽學嘅雞家就當好食蟲嘅韓國玻璃菜。哦，那個都很不錯。真的、哦。我媽嘅雞好清透當會食嘅蟲嘅。對，雞都會知道。對，嘅廚體也就差不多應該還有在個味也就什麼嘅點心咯。我們通常還會餵一些益生菌，來自家喺買進來嘅自家搬到飼料底度。還有誒紅梨，紅梨不是很貴嗎？你買前一步嘅東市行咧，因為當然還要減皮嘅人啊，就會講這是一個低 GI 的食品，它是穀物，可是它不是穀物，但是它吃起來有穀物的口感跟營養。你老要按貴嘅東西拿來餵人嘅雞哦。係啊，因為這個是因為我們去年參加那個去跟政府參加那個農業青年大使。認識了台東的農民，成為好朋友，就有跟他們買他們當地的紅梨，買進來就想說，紅梨蛋白質懂夠，又含有天然的紅色素，哦，紅色素，給紅色素呢就想這樣反映在蛋黃上面會比較漂亮，對，又很天然，總之就吃寬奶，反正效果還不錯。雞蛋的感覺都不錯。古時候人嘅唔但將成發過嚟好食嘅東西未當好，除咗要正常有飼料食以外，還有要點心好食。因為講到暗爽咯，跟外面愛啊，外面愛食點心嘛，古時候要喊人就來食點心呢。也係看見也就自家做嘅蛋卷。係啊，我自家做嘅。自家做嘅蛋卷，也底度有乜嘅東西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成分很簡單，就只有奶油、糖、跟全蛋，還有麵粉、低筋麵粉，就按呢，就這4種，就可以做出蛋卷。好好吃哦！這個跟那邊買嘅冇共用。對，是純手工的，那就是手工蛋卷。而且真的就是真的是蛋的味道哎，就像人剪咯，咚撲嘅軟皮嘅嗰種嘅米絲，然後嘅嫩油嘅香味一滴滴咧，同嘅軟嘅香味加到中下。好幸福哦，超好吃的。那你吃就幾乎是吃到整顆蛋，因為都是蛋黃蛋白一起下，都凝結，係啊。好好吃，真認同好食。嗰時候，好嘅東西，好嘅結論，佢用清簡單嘅方式，冇太多嘅加工嘅東西，佢就會有當好當天然嘅味絲。嗰時候也就會做埋嘅大家按充實也食案嘅問題，按充實也條食材嘅品質上來好也係唔好。嗰陣其實像雞也就愛用雞卵啊，愛熬雞卵，佢要規定一定愛太多嘅時間，要學幾多張嘢，其實有辦法來熬雞卵冇？一般卵雞係上到差不多6個月，它的年齡要到6個月，它才會成熟，它的身體才會成熟。幾張會開始上卵，係啊，就開始6個月張開始。而開始都在供以後，我有固定嘅，比如講佢2個禮拜供一遍啊，你還講1日供一粒吧，有這樣子的規律嗎？如果你是進蛋雞，你養蛋雞，一般如果是一般性能好的話，他們大概22到26個小時會生一顆蛋，就簡單來說是1日生一粒卵啦。固定？差不多。咁有可能會影響到佢根本就冇想去熬卵冇，有沒有因素會影響到？有可能，因為雞係很敏感的動物，那很多可能的因素都會影響，像天氣氣候啊，前幾天懂落雨沒？就是連續下雨就可能影響它不生蛋。我說亞一波嘅。
到那边动手买的都卵同呀，甜食跟问题有相关吗？现在买不到，但是因为之前的问题，之前会出现一些去年夏天淹大水，淹大水之后很多鸡是直接被淹死，是数量减少的问题。另一个是好像会有一些是疾病的问题，所以台湾有那个法令，那整个鸡场会要淘汰掉、扑杀掉，那就来不及衔接啦。小鸡来不及衔接，所以蛋就会有一段，现在就是那一段时间接不上，蛋就比较少。对，结果说迄假是讲像二次家嘅鸡鸡可能它无按用太环境嘅问题，可能就会抢甜食啊，或者是人为因素啊，佢可能吓到没有可能。吓到没有可能，就些微的就可能就是太热了一点啊，甜食好呢，天天下雨啊这种因素就会比较常影响。这假是讲迄讲天热，按用嘅来处理，因为热天你就冇可能，热天就冇湿润啊，冇润出生，按用做唔得啦。天天我们就会加一些风扇，加装一些风扇，让它通风，保持通风。天山呀，较凉些嘞，系啊，那就比较好。我有方法，本期也得尽量过到喊较爽快，就做啲温天嘅鹅卵。原来係安呢。不过除咗也快樂以外，快樂嘅人，還個品質好嘅人，每次家講嘅就好。其實愛出去送本人檢驗嘅。給人就是會定期送 SGS 做一些檢測，會像是做一些大腸桿菌啊，那些動物用藥殘留的，或是微生物這類別的檢測，對，就是要讓民眾實際上會安心，就是我們也有去送檢。有送檢的意思就是檢查都通過啦。對，古時候按用嘅方式，當做咧本消費者安心嘅看到講，原來看起家烏卡嘅結論，係全部除了有經過這個有公信力的檢驗嘅機構來檢驗之外，檢驗的結果沒 Q 用是合格的。古時候當做咧老好嘅東西同大家來分享。唔過吼，講到結論，阿 Q 我硬係有一些嘅疑問，想要來問一下看起哦。好，比如講，Andy Noble 有嘗試買兩張豆腐卡，我來打輪嘅時間，韓國一敲就一打開，哎呀！有2粒卵黃呢，要2粒卵黃。假使講係有受精的話，它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成為2隻小雞？要看它是不是受精蛋啊。但是一般我們要去孵那個雞蛋的時候，就是要有交配過。那通常那個雙黃蛋它太亮，就通常不會去孵。為什麼？因為它可能它太大顆了，可能會就是影響它的受精率。我們通常就是會用比較標準的雞蛋，那這樣子才能整體的受精率會比較好。太大太小都會一開始就被剔除掉了。所以雙黃蛋基本上我是沒有實際去試過，對，但是都會直接被剔除。因為它就是卵比較大顆，故時候嘅受精是比較不可能成型的，故時候一開始就會本人淘汰。對，一開始就不可能會去孵這個雙黃蛋的雞蛋。不過在拿到雙黃蛋之後，內心還是可以有小確幸啦。因為有2顆。對，故時候其實你看哦，搶下結論哦，就要按到嘅自信做得來分享。我相信大家還有當到嘅問題愛問看起，韓國其實家嘅農場哦，唔但搶有好嘅，還做得本大家來參加體驗啊，又係講 DIY 啊。下一段節目再講同大家繼續講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講進來喲。大家要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剛好送了台同大家來分享動到同結論相關的知識啦，還個學下亂結嘅問題啊，所能用嘅呀結將會學到快樂又空閒，還個唔單止係自家講嘅品質好，係真嘅有送檢驗嘅。故個節目當中就繼續來問一下，你看起哦，亞烏卡愛好品質嘅卵，除咗有亞溏心蛋的產品，還個剛剛有說到這個蛋卷的產品。還有另外一項
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厉害的会很厉害的东西，黑马盖。茶叶蛋。茶叶蛋，古人用阿 Q 妹是吃货，怎么可以不吃呢？然后就会吃这款呐茶叶蛋。你还蛮这种感觉，披着冬牛跟茶叶的味道，好香哦。有掺一些中药，然后配一点红茶叶，难怪会有中药香。感觉有吃到一种我很不会形容不出来的香味，但是很明显是香料的味道。我们够讲不出来是哪一种特定的香料。对。那其实我觉得茶叶蛋跟溏心蛋亚扣能会有2种不一样的爱好群。泰扣也是喜欢吃茶叶蛋的，他们都会那一种人还好吃茶叶蛋，年龄层哦，可能会比较偏年轻一点。年轻人，因为他们吃茶叶蛋太方便了，他们会想说，上班吃一颗就会饱，对，有饱足感会看抖。哦，溏心蛋比较不一样，可能是家庭居多，但是比较不年轻。是哦，小孩子不会去买啦，可能会点都够来呢。可能是买给小孩子吃这样子，对，所以是家庭比较多。对，古时候其实像暗涌啊，有这个茶叶蛋啊、溏心蛋啊、蛋卷呀，3种东西，哪一个销路最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都还是鸡蛋销路比较好，其他制品的话，其实是蛋卷会卡好一些，因为茶叶蛋就是冬天的时候咱会煮啦。夏天的时候就没有，还季节限定哦，有季节的限定啊呢。对，古时候海家迄有许多也欢喜家不看看农场的时间，就做咧去行了的啊，韩国除了卖鸡肉以外，还做咧卖鸡肉嘅产品。唔过吼，迄讲无办法去请你买到品质好嘅鸡肉，都攞波爱去买鸡肉嘅时间，省了爱用嘅来买，真做得买到齐嘅来，每场欢喜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要说怎么挑鸡蛋吗？对，就首先你就会超级市场或菜市场，你做的去给偷啊，你就会看它的外壳。通常会挑外壳比较光滑的。整颗有的鸡肉会有一些些的凹凸那个小颗粒，不管是拍摄的也还粉红类嘅，全部都是有一点小颗粒。给按用嘅是轻量毛头系冇？因为它粗糙的那个颗粒表面有可能会较喷的。它如果比较薄。你带着你可能过程中就会裂掉，裂掉我们都知道裂掉它保鲜就会比较短了，对，所以尽量是挑光滑表面，它的壳会比较坚实一点，你会卡厚，你不用容易就冰起来会比较久，我哋不用它久到。这主题外表看起来爱冷鲜以外，还有其他判断的方法吗？有啊，但是你要先买回家。没关系啦，还是可以做实验。买这批之后，你就会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就会准备一个锅子啦，装1半的水，把你买的给论不用淋稀，你就看给它沉下去呢，要它浮起来。沉到水里的那种鸡蛋是最保鲜的。这是什么原理呀？中马盖亚应该是密度的关系，对，它跟密度会有变化，就会因为给论刚生下来的时候，对，它的气室其实空间上是比较小一点的。但是如果你时间久了，对，它的蛋壳是有毛细孔的，空气会进去，那就是气室那一个层会越来越大，那它容易就是自然就是往上浮。里面的空间太大就容易浮起来了。自备救生衣就浮起来了，对，就会浮起来，那你就会比较不新鲜了呢。所以尽量是沉水底的鸡蛋是比较好。你打开来看，没看得出来。你就准备一个白色的盘呢，打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卵黄跟蛋白嘛。如果是新鲜的鸡蛋，就会冲果冻。我们在吃的果冻，它不会散体，比较集中的感觉，一种一体成型的感觉，水分不会有太多。那如果你是比较久的，你下去之后就像水，然后蛋黄跟蛋白都会混在一起。那通常那个就是不用，可能有1个月了。有的会可能卵黄一大颗了就散体，那应该真的就是很久了吧？真的就会比较久，对，可能放得太久了。因为一般品质后跟卵是不是看起来，你就算是放在平盘里面，也是蛋白有蛋白，然后蛋黄还会有点凸起来。
它是看得到个形的，看得到形状的，这样子就是比较新鲜的蛋。对，品质好的，你甚至可以用手捏它蛋黄，都不会破，不会破掉，安尼。好的鸡蛋就不会破。有好到冇？各位天时机条件的观众朋友，最近爱好起来也当重要哦。因为有常时你可能咩唔滴市场，假使讲市场好，佢就贵袋冰螺鸡片，你们唔滴要弄黑嘛个世界上的，对不对？不说你买专部卡就都得先测试一下，看看状况，顺了也给给了迄齐的，也迄讲经营有冰的一段时间呢。对，不过看起人不卡向暗度乱给。古上面有动到鸡的呀，一条鸡可能太老诶，佢就冇办法再个继续供，一个老鸡嘛，我用改善用的来处理。我会自己先看时间年龄太久，我们就会淘汰。淘汰的话就是我去给它送去合格的它的电宰场。杀鸡完之后就带转来去给它卖老母鸡安尼迄炖汤用的。炖汤专用，所以可能就像一开始讲嘅呀，卵鸡它的主要的功能是孵卵，故说有个肉可能冇按到，不过老母鸡是适合炖汤的。老母鸡很适合炖汤的那种。哦，原来系安呢，故说其实就算鸡嘛，自己冇办法再个继续孵卵的，还系有其他嘅用途就错嘅。哇，故说你唔但抢捞这个鸡卵嘅品质顾到当好呀，贵个生产的过程面做得来利用，韩国人嘅农场地度，除了卖鸡卵以外，还有当到其他嘅发通，比如讲农事嘅体验啊，甚至讲 DIY， 一条内容有哪条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食农教育，我们农场很早就在推鸡卵的相关的食农的教育。我们场地是有分别的，就不会跟生产的场地是一样的。做嘛该冇讲出就到人嘅学鸡卵的素材按用，本人参观体验就好诶。因为人多了，你去鸡会强到对。听你人带进去可能会带进去一些比较多的病菌。如果太容易就接触到了，就会有防疫的问题。嗰时候我分开来就错嘅，韩国眼看呀相片啊，看到讲大家去体验呀养落迄啲农圃、迄啲户外有草地的地方。它一样也是放牧式的场地，对，让客人，我们是做一个寻宝的设计，大家去寻宝。是你们自己把蛋藏起来吗？我们去叫鸡去生在那边这样子。可是这个也是要训练的吧？因为鸡它的天性就是去找那个隐秘的地方去下蛋，就像我们家菜园的鸡，就会去学到本人看唔到嘅素材，大家就唔可以去偷嘢嘅卵，所以大家就真的用亚当方式又很有趣，有没有？做得像去寻宝，然后又可以体验，对。那另外一个是蛋卷的 DIY， 就不仅你吃得到，我们还会教你怎么做。就自己做蛋卷，好棒哦！最喜欢做 DIY 了。去到那边唔但抢做得来体验，还做得来去家 DIY。唔过创业就发通应用的来报名，可以直接到我们农场来电报名或网络报名都可以。唔过听说要报名就错嘅，现场去有可能没有名额了。对，都要事先预约的。对，我们都是预约制。古时候天时机条件的乡亲朋友有兴趣就做得去请的欢喜行聊聊哦。唔过吼，其实欢喜系真营系学这个畜产相关专业出来嘅，你还适合去过澳洲来实习，对不对？同大家来分享，因为像按后上你有好业专门嘅，你看到嘅经验，还个有条做得运用到台湾嘅一条东西，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周饼周体。当年就是直接接着去澳洲，我就去打工度假1年啦。然后我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他们的蛋鸡场工作。我是特意要去那个工作的，因为我想说我想去看他们国外的生产 Onion Hill 我去看他们的模式就懂胎息，就每一个厂就是至少都2万只。因为澳洲好大哦。对，我们去。工作全部都要开车，那老板不准你用走的，因为会太浪费他时间。所以只是从同一个公司，只是这个机寮到那个机寮，你就要开车。就要开车，对。好大的规模。所以他们的都是偏自动化，人只是去巡查比较多。不过像按用台湾味的方式，还可以像台湾这样这么
精致的去管理它吗？还是说会比较粗放，像可能美国的玉米田那种概念？他们也是蛮野放的，因为他们的饲养模式都偏很多，越来越提倡畜牧放牧类的，所以他们的鸡场都设计成鸡不用出来撩，但是它又会设计成它会自动会进去。就是经过训练，他进去，因为晓得会引起散乱，引起食饭。对，古时候係用一個科技嘅方式，後生人看呢就係冇強用哦。古時候電視機頭前嘅鄉親朋友根本有好多同雞卵相關嘅知識冇啊，古時候咩神夢，看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安到。咩神夢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休下來做運動了。